幾好嘅回憶係嘛？最主要演員做得好係嘛？係㗎，我都覺得係。嗱，演員咧就咁嘅，演員咧即係如果好嘅劇本咧，如果演得唔好咧就扣分，咁樣編劇咧就會激死嘅。咁好嘅演員咧，劇本如果差少少咧，可以幫佢加分。咁啊，難兄難弟咧咁好嘅劇本咧，仲更加錦上添花，所以呢部戲真係好正，我自己非常之喜歡，好懷念，好中意以前。而家成日都講咧就係咩啊懷舊啊，或者係即係中意睇翻以前嘅嘢係嘛？你哋有冇追翻啲以前啲劇？有嘛？創世紀有，葉明添有，係，仲有咧流金歲月。哎呀，韋斯利，喂，咩話？富貴門，係最緊要富貴啊！大家嚟呢度一定富貴。真係我覺得真係好好彩，以前我真係演過好多好好嘅電視劇，同埋90年代尾咧真係百花齊放。嗰陣時咧，我離開 TVB 嗰陣時咧，差唔多17年，我03年離開 TVB。我已經拍咗60幾部電視劇，哇！即係點拍嘅？多謝，即係拍下手掌啫啊！係啊，你諗下，我平均每年拍3、4部戲，我係冇停過嘅，仲係。咁啊，仲要我演嘅每個角色咧都唔一樣嘅，係咪咧？我都覺得係冇撞嘅啲角色，個個出嚟咧都好似變咗另外一個人咁，我係咪好犀利嘅？又要多謝我媽，多謝我。係啊，咁啊，我最緊要靠我自己。哇！你真係叻嘅啫，即係啱嘅，你講啱嘅，即係上天俾咗你一個能力。但係你都要自己努力先得嘅，係嘛？咁啊，大家咁話，係嘛？好，跟住送俾大家。